老师，金彩东老师嘛，上台练兵兵，拿着别去。上海越剧院的会议室里好不热闹呀！已经是晚上7点了，那么多演员都在，他们是要排演什么新戏吗？没看错吧？怎么是滑稽戏呢？嘿嘿，对了，不要怀疑你的眼睛，确实就是滑稽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雅芬。这次师傅领进门，大家猜猜看，我演的是什么角色？说实话，我自己还没演，已经把自己给笑趴下了。怎么样？今天的节目够精彩吧？请拿好遥控器，可没时间转台哦。跨行学艺，能者为师。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钱云，我是建红，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戏剧大舞台之师傅领进门。那么首先呢，照例要欢迎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其中呢有一部分呢还是通过邮件还有微信的方式报名来参加我们节目现场录制的大众观察团，欢迎感谢你们的到来。哎，这个建红啊，据说今天的这一期师傅领进门呢，是我们开播以来最特别的一次。没错，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即将产生一个之最和一个第一。哎呦，你了解的比我还要清楚吗？那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最，怎么第一？这个我不能说，这个得让我们的挑战者上来他们自己说。最讨厌这种卖关子的了。好，掌声欢迎今天的挑战者登台。掌声有请。原来是方雅芬老师和他的团队。方雅芬今天挂帅嘛，后边还有好多呢。是的，都是一对俊男倩女啊。对，这不都是上海越剧一团的演员吗？是的，太棒了。哇塞！哎呦，青春阵容靓丽，多么整齐啊！你看，哎，真好。彪心哥哥，樊婷婷、许杰、徐来，哎呦，眼花缭乱了我。哎呀，欢迎啊！上海越剧院一团团长方亚芬带领一团主要演员来到师傅领进门，这个阵容可是相当的豪华呀！国家一级演员陆派小生许杰，尹派小生齐春雷，陆派小生徐彪新，丑角演员蜜蜂，张派老生顾爱军，范派小生裘龙，金派花旦樊婷婷，原派花旦徐来，老旦演员周燕儿，老旦演员朱阳，尹派小生郭倩云，原派花旦于景兰。欢迎！今天我们看这个师傅领进门这扇门呢，得开大点了。对，人太多了。我们作为团队来挑战。刚才你听到了我们在台上说，今天将产生我们师傅领进门的第一个最和还有个第一，对不对？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应该说我们是第一个以团队的形式来参加师傅领进门的。好特别。那么最呢，可以说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团队来挑战师傅领进门的。真的看到这个气势不得了。团队的力量。那我很好奇啊，这么一团的人来，将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任务呢？这个任务啊，我们方老师他自己拿上来了。72家房客片段，限制时间3天，成功条件现场观察团点赞率超过80%。因为你说一个越剧演员反串滑稽戏，这个并不新鲜，但是一整个团的人都来反串一出滑稽戏，这个难以想象。全团改行了。而且大家，我们不是来演滑稽戏，我们是来演人物的。讲好深刻呀！到底是方团长啊？因为这戏里头人物特别多啊，是吧？这个戏里边形形色色，大概有10几个人物吧，是吧？那么大家也很好奇，想知道吗？哪位名角儿到底演其中的什么角色？要不要猜一下？阿姨们，我旁边这一位，你们觉得他是72家房客演的是哪一个？平时那风流倜傥的是吧？369哦，因为这母子把了是巴斯特了。我们先不揭晓以为他是369，就错。错。好，来徐彪新。皮匠。错。韦玲玲呢？樊婷婷。韦玲玲你吗懂？樊婷婷他们认为你可以演二房东。想错。那么我呢？我有不啦？哥哥猜不出来，哪天才可以？你吗懂？哦，错。全
目都猜错了，所以这个悬念就更大了，对吧？到底这个角色怎么分配的？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有怎么样的趣闻轶事呢？我们来通过 VCR 揭晓一下，到底他们将在72家房客中饰演哪个人物呢？那我们就从排练中获取点线索吧。我知了，听见了。你这别说讲个剧，我帮我列出来。嘿嘿，徐杰老师，看您这凶巴巴的样子，猜的没错的话，一定就是戏里的大流氓秉根吧？硬派小生齐春雷饰演二房东，硬派小生郭倩云饰演阿香。那是您独自不休。哎呦，齐春雷，看这样子，你这次是要来个大颠覆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范婷婷。那看我今朝这身打扮，晓得我演啥吧？这短打的造型到底是哪个人物呢？我们来搜索一下原剧中的人物，来找找答案吧。金医生匹配度90%，反派小生裘龙和老旦演员周燕儿饰演洗衣铺的宁波夫妻，蜜蜂饰演老广东，于景兰饰演老实的老裁缝，顾爱军、徐来饰演卖大饼的山东夫妻。哎，那么这位是？我姓姚，叫姚明德，姚明后头加了德。哈哈，他就是我们这次排演72家房客的导演姚明德。虽然只有15分钟的戏，但是每个人的台词量都不小啊。离开正式挑战还有2天，大家能否顺利排演完成呢？要我来呗。后头啥么子？生气了不得了，生气了不得了！谁讲些童子军呀？哎呦，这不是我们的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老师吗？王老师曾经在72家房客中成功塑造过小皮匠和秉根2个角色，这次能够请到这位大咖来做指导，实在是太幸运了。方一芬等我来这电话，伊讲伊拉团队准备要70人家房客。开头我比较吃惊，但是想想呢，这个也可以的。为啥呢？虽然讲阿拉是搞滑稽、搞喜剧的，伊拉是唱越剧的啊，但是呢，阿拉是表演艺术，大家是相通的。兄弟们，兄弟们，侬自家有啥了？还不对了？侬现在身高不对，小女孩。所以这戏呢是群戏，辣辣这个滑稽戏当中是只经典节目。因此排练搿个现代的滑稽戏辰光呢，首先第一是语言，这个语言呢一定要生活，一定不能有舞台腔，啊，从人物出发，拿这个戏呢演好。我看伊拉是老用心，相信搿个物事一定会能够摆得好。王汝刚老师不放过每个细节，给每个演员都亲自示范、亲自讲解。如此细心的指导，真让人感动啊！也让我们祝愿这次上海越剧院1团的挑战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哎，不对啊，方团长，这个 VCR 里怎么没有你呢？你今天是带团不参与吗？当然有我了，没有那台戏怎么成啊？有，那你演的是什么呀？大家数一下嘛，角色都已经有了，就剩下有一个角色大家都没出现过，对吧？说他啥人啦？谁呢？那谁想晓得？不讲不能。哎，看下去，我们看了第一段挑战之后，我们再来揭晓，好不好？好，那么在刚才的 VCR 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就是我们的著名导演姚明德先生，也是我们上海越剧院这次挑战任务的师傅。我们掌声有请姚导登台。姚导，姚导，欢迎你！姚导请。姚导走进来，越走越有风采。姚导，因为呢，我们知道呢，你也曾经导过很多的滑稽戏，包括一些情景喜剧、舞台剧，也接触过很多的著名笑星，都是大家。那么今天接触到这么一些我们上海越剧院的演员，这个任务，你当时什么感觉？感觉是又惊又喜。平时他们那个演的戏啊，我也经常哭，你们也哭吧，掉眼泪吧。现在要让他到台上去，让观众笑，难呐。反差，
一到排练厅，他一念剧本，他笑得趴在桌子底下，他自己笑，就说我们其他人都排不下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应该都是第一次接触滑稽吧？从零开始是吧？对当时接到这个任务，这个什么感觉？接到这个任务，3个字呀，汤不牢啊！实在是因为这个人物实在是我看了有差距实在太大了，跟我以前演的不能想象。所以我因为我上次我们在越剧百年的时候看过春雷演那个挤瓜调。Sensible， 哎，演得很好的，哎，我觉得他挑战那个二房东肯定也是非常出彩的，我们团长演得好，极力培养我走这条路线。我是那个第一场的金医生，当时那个让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是没有印象。72家房客呢，我是看过，但是金医生是怎么样一个形象我不知道。然后回去我一看形象，我那个春雷哥3个字，我2个字，我崩溃了。那个金医生穿的是男生那个平角短裤出来了，然后就光着腿就出来了。对于我来说，戴了一副一圈的那个近视眼镜，闹了很大一个笑话啊。他不是近视眼吗？那我就没注意。我呢一腔热血跑出来找小裁缝，我说：“哎，小裁缝，我弄得来好像我是千里眼一样的感觉。”后来导演啊，包括那个王如根老师说一个，你这个人物是近视眼，你现在跟千里眼一样，不能这样子演。我说对，真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滑稽演员啊，要在3天的时间里，因为里边很多的角色都有方言的嘛，那么是不是也根据他们的自身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呢？导演？那个呢，就是你不能强求他们一定要南腔北调，对吧？因为有些方言呢，你一时半时是学不过来的。对。因为这个戏里面有，比如说像婷婷，她是上海本地人，罗店的，她的这个方言呢，加到这个人物里面也很有特色。包括密老师，他会广东话，因为他妈妈就是广东人。包括彪星啊，他本人就苏州、常州那边，他也会。春雷说的是上海话，这么多年都会了。我既不是宁波人嘛，我也不是上海人，那怎么办呢？但是呢，让我说的是宁波话，我不会呀。那你怎么办的？我先找了团里面的一个演员，他是舟山的。舟山的对，然后我把剧本给到他，送到我拿手机录，我录完了回去学，学了他教了我一句是吵架叫哦宁嘎，什么叫哦宁嘎？吵架对，叫哦宁嘎，哦宁嘎，哦宁嘎。但是后来我排练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周燕儿跟徐来，他们说你说的是哪里话？啊，我说不是那贵贵教我的宁波话吗？不是，你给我们宁波话给我们搭不到边的。好了，我讲完了，我好不容易记了一些，全毁了。后来到排练厅，我只能靠脑子去记，最后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夹着上海话又夹着深圳话的宁波话。好了，我们聊了这么多的我小观众朋友，哎，包括我和那个建宏也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看看他们今天的表现了，到底这个72家房客演的怎么样？那么还要问最关键的一句，你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有。好，我们掌声欢送我们的姚导走上观察席，请众位演员到后台做准备，迎接挑战。谢谢还是刚刚的配置啊，走。尽量往漂亮一点画。演的时候，因为演的男人演女人蛮难的。嘿，齐春雷，你放心吧，一定把你画成一个最美的二房东。哎，这位是谁呀？您还认得出来吗？我造型好玩吗？自己觉得好玩吗？好玩啊！我崩溃了已经。看得出吗？这个很糊，真的超级近视眼。天！这个本季度最潮的混搭风。混搭的，今年夏天就这么穿，知道吗？很嗨的。完全活脱脱一个可爱的金医生了吧？大家都在紧张的换装中，我们的二房东造型做得如何了呢？太美了，我刚才就在看，我说太美了，比女人还美。是吧？漂亮美人。太美了，他比敬业，他比普通的女人要美。领个，我老婆呀，领个呀，造型好。信心十足一点，信心
相当壮，老广东的造型啊，可以的，帅。相同是今年夏天混搭就这么穿，加油！老广东啊，你家衣裳啦要是有水的，那侬是不是好帮我洗洁了？没关系，没关系，你信。阿香啊，阿姨啊，侬还要用水啊？是啊是啊，我吃点半桶，侬现在去用好了。哎呦，阿香，侬个水是唔够用的，那妈啦要水啦。不要紧啦，阿姨，侬现在去用好了。阿香，不要紧，不要紧，不用的，不用的。这小姑娘真不错啊！好。侬来做啥？妈，阿姨讲要洗衣裳，我吃点半桶，现在不用。也要洗衣裳，我还要洗浴嘞。阿拉屋里向不是还有一缸水吗？哦，还有一缸水。还有了妈。哎呀，顶上去。你要去？哦。房东嫂嫂啊，侬太不讲道理了，搿水为啥要侬先用啦？刚好，从今朝开始，侬个自来水，阿拉就不要侬付双倍钞票了。搿侬啥意思啊？搿自来水啥呀？哪能啊？点解呀？俺们现在都用啊！各位，这叫我们的生活呀！那不要人多志不雄，居然得罪我二房东。今朝我来关照呐，自来水不许随便用。从今以后新规定。每人每日用一桶，用一桶，刚才不要花过翻面孔。阿拉家一个通要水，没有水咋弄喽？啥人心里想不适意，请伊马上就出手。老师叫我们来搬场，做人为啥这样说？老的房客搬出去，押金钞票都充公，新的房客搬进来，零售定金你懂不懂？懂，真是黑心的二房东。房东嫂嫂真聪明，赚钞票脑筋大为动。我给修的像是八杆笼，像大杆笼，房客都像进牢笼，进牢笼。哎，一听这用一桶水，各种快规行不通啊，行不通。好说好话那不肯听，不拿面孔那不要面孔，啥人敢来抢一抢？啥人敢来动一动？啥人敢来讲出头？我一拳当义。奶奶，落得动！哎呦，我娘那晓得我二房东，我，哎呦！啊，那我，哎呦，要死嘞！这是个细菌哟！哎呦，老山东，侬讲是伐？啊，对伐？哎呦，侬个老山东，侬要死啊！侬考了介重啊？二房东嫂嫂，这就是你不讲道理了嘛！只准你吵架，不准俺做大兵啊！我要吵项目啊，是你要帮我吵。你吵你的架，我做我的大兵。那，没人讲吵项目嘞，搿记我路上死也没了喏。小人们，快出来！啊！快出来呀！小人们，侬再陪我敲他一下。我没空，我在里向烫衣裳，我没空。侬我没空啦！哎呀，我没空啦！哎呀，那老婆要多用自来水，侬讲哪能办？你王头嫂嫂，我是搿意思啊！从今以后，侬屋里向衣裳我包下来，我等侬拔浆，等侬拔汤，一直烫到侬洗掉为止。好。侬讲啥？
侬要洗呀侬啊！侬要叫我洗呀侬啊！侬说好。点解有股焦味道嘅？哦，大饼。哎呀，小人乖，小人乖，快来快来！侬件金衣裳的裤子啦，掏破掉来啦，裤子掏洞来了。哎呦！哎呀，侬那个裤子都开不好了呢。这不是侬那个脱裤子穿了真是美，我讲嘞，你这条裤子，你侬烫得来是啥骨听啊？过了松菜，喷喷香。哦哟，你往东阿嫂，这是裤子呀，你又不是香菜饼喽。金医生，侬这条裤子料子好哦，料子好。没我讲嘞，这是你往东阿嫂，为咩侬讲？这条裤子我是寻遍整个上海滩，我倒来倒去，终于倒着得了一条倒头条裤子呀！难怪假嗲哦，嗲嘛，对哦，对呀，哎呀，对得嘞！这条裤子得了3浪不是领头，挺骨头，我是生的是上海欧巴。我辣搿搭。哎呀，小人爸，侬这出飞噻！侬拿你的裤子在那烫坏得了的。金医生，事情呢是搿能个。哪啦？我刚刚来里向烫裤子啊，搿泥毛洞少，伊硬劲要拿我掏出来掏相骂了。我不听，伊硬劲拿我掏出来，搿裤子我就麻记得了啦。你只有得了一条裤子呀，都条裤子啊！是呀。干啥了嘛？别怪了呀！上去，欧巴！哎呦，小那么细看，嘎，在喉咙向的所用啊！这是侬，你这条裤子也不为得烫坏它。金医生，过来，对呀。金医生，有句闲话侬听到过啊？啥？叫天在人下，各有天命。啥人裤子烫坏脱嘛？啥人出眉头？哦，搿侬讲起来，我出眉头了。搿侬的意思，搿条裤子难道要叫我陪侬啊？当然要侬陪了。就应该你奶奶，饭吃醉脱了是吧？肚青了，早哇啦，让他新鲜呀！哎呀，阿斌啊，阿斌啊，今衣裳条裤子烫坏脱了。侬讲搿帮比赛娃娃，伊拉要叫我陪我，新鲜伐？侬讲伊拉。啥么子啊？裤子烫坏脱要泥房东办。奶奶，阿拉泥房东只好欺负啊！讲个朋友，来，列出来。事情
是搿能介的。我呢，辣辣炒香茅。一把拿小人把捉出来，陪我一道炒。葛么呢，小人把拿只芸豆放辣个裤子高头，忘记得捞下来了，烫坏脱了。搿条裤子是金衣裳的，侬讲洗又洗了搿搭，侬晓得伐？你这女人啊，怪不得人家才叫侬灯炒。侬灯到啥地方，炒到啥地方。葛么，侬哪能帮伊拉画呢？我帮伊拉讲，天灾人祸，各有天命。啥人裤子烫坏他们，啥人出霉头。哎呦，搿句闲话上路啊！我们一向是一路的嘛。太太那么啊，也是上海滩上混混的外头跑的，搿种规矩也不晓得个。烫坏脱裤子要人家赔，搿闲话讲出去，么耳光也吃得着个。真的。怕人家烫坏脱嘛，就不要人家烫。搿裤子烫嘛，总要还烫坏脱个。对个。曲仙啊，有句道理我讲拨㑚听啊，叫天灾人祸各自有命，啥人的裤子，啥人出霉头。搿侬意思？呀，不是。出霉头了。哎呀，金医生啊，看个枪势，搿条裤子是侬的咯。啊，侬看呀。哎，金医生，哎，侬屁事不是搿条裤子被人家偷脱了？哎，裤子偷脱嘛，啥么子也没了。侬现在还好呀，搿条裤子也辣辣呀。侬啊，是出霉头。绑着我骨头嘞，算了，搿是搿条大头头裤子哎，一条裤子不没事体嘛。小人乖，搿条裤子是伤人了，搿等下再脱坏搿条裤子，走啥走样了？哎，像我的嘛，像我。这出了三过来问味道嘛？搿条裤子是你的裤子被人烫坏脱个。哎呦，好别伤嘞！啊，不晓得哪里只瘪三出霉头嘞！别个呀是吧？哎呦，这条裤子是侬的。我啊！啊！侬哪里没味道嘞？侬？哎呦，阿斌，是侬啊！杨宁波啊，哎，侬是真的吃饭吃醉脱了是吧？跑出来！好。啊，好一条裤子把侬烫坏脱了，侬讲哪能办？哪能办？我帮侬织布。织布不来三个。啊，别当啊，有价钿的，找新的办。找新的办，搿办不起。侬帮我办，侬办。这些办，出老多少？神经病！哎，那豆豆病了。病根亚索，胖胖，侬也是上海滩混混外头跑跑的人。哎，有种介道理嘛，侬总归还是懂的。哎，裤子烫坏脱要人家赔，搿种闲话侬讲出来，真是耳光也吃得着的，侬晓得伐？哎，侬偏是搿条裤子被人家偷脱，裤子偷脱了嘛？没嘞。好了啦，侬搿条裤子还辣盖，病根亚少，侬是出霉头当中的外骨头，算嘞。这天我蛮熟悉的嘛，好像是。操，侬来学我一样啊侬！奶奶，搿句闲话侬好讲，不好讲啊！啊！侪是侬这女人呀，弄出啥么天灾人祸，各自有命，侬
我也讲过，侬也讲过，算了哦。我是跟了侬后头才讲下去的呀。侬要不要跟我去嘛？侬这女人侬。哎呦，不要激动啊！真是呀，哎呀，刚才看得我眼泪都要笑出来，因为我们对他们台上的装扮太熟悉了，没想到在这个滑稽人物里头，他们都做了很大的突破，真的是太惊喜了。大家喜欢吗？但是先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啊！我们大众观察团呢，待会儿看第2段挑战之后，一起来评审，好不好？刚才的戏里这3位没有吧？是吧？他们还没有迎接挑战呢，所以你不能再卖关子了。我是大家期盼的369。侬是369啊？369。演乙超朋友。我是演了一位高度近视的金医生。哦。后半部的金医生。我是反串小皮匠。小皮匠。好，小皮匠。那么他们演的是什么精彩的片段呢？我们通过 VCR 来看一下。方亚芬、徐标新、朱阳即将要挑战的就是72家房客中的经典片段——拔牙齿。好，既然挑战难度这么大，那么他们的学艺过程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VCR。我呀，个呸！能不？今天是方亚芬、徐标新、朱阳的第1次正式排练，排练过程中状况不断，笑场连连。我踩死你个小皮匠！打死你这个小！那么谁的出现能让他们的学习进程发生质的飞跃呢？他就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著名笑星毛猛达。他曾经在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复排的72家房客中，成功塑造了伪警察369一角。下次赶着你嘞，小皮匠，小皮匠。好，挺好，求装订。我是深度近视的，我会牙签看不着的呀。找我，臭吃屁股，臭吃屁股啊！找我，臭吃屁股。来嘛。今朝叫我开心来到了越剧院啊，交关难得，交关难得。这个才是阿拉越剧表演艺术家交关看得起阿拉滑稽戏。哎呦，搿不好跟大家讲了，我们戏曲应该是没有界限的，应该是互相学习。对对对。因为越剧还是从人物的角度出发，其实我们滑稽戏呢也是从人物的角度出发。喜剧比悲剧更难演，实际上它更讲究的是一个喜剧的表演节奏跟语言节奏。今天阿拉阿哥帮我一个，因为平时时候看的都是平面的东西，今朝伊拉实地能够言传身教，阿拉思维，阿拉真的是非常感谢，而且讲平面的物事帮立体的物事，完全是不一样的。希望能够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一般的这个拔牙齿啊，都是以往所有拔牙齿不一样。这个一般拔牙齿，第一，他们运用的方言和以前的都是不一样，所以个呢，很有期待。我相信阿拉这个一般。有了毛猛达老师的亲自指导，看来方亚芬他们这一次的拔牙片段不成功都难喽。大家最没有想到的是谁啊？方亚芬了是吧？方老师。听说这个角色还是他哭着喊着自己要演的，是不是？哭是没哭，喊是喊了。本来原来呢，导演想王荣光老师也是希望我能够演那个二房东。我说二房东有什么意思嘛？都是女人演女人。我说那个369比较有挑战性，而且反差比较大。所以说我要演369，所以把导演吓得差一点从椅子上面摔下来。3天时间学那个山东话哈，那我随便怎么都学不会。所以说，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母语、自己的方言，宁波警察。对，哎，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师傅领进门这档节目的魅力所在，因为在这里是挑战，更是创造。对，徐标新是我们应该说师傅领进门参加次数最多的一位了吧？但是像这样一个头上白发、高度近视、有点驼背、挺腰、走路有一点急急匆匆的这么一个人物，我从来没有演过。
另外一个呢，在陪练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什么事儿啊？我这一次呢，要我坐在他的腿上，对于他来说，承受了多少的重量，我承受了多少的尴尬。对呀，是他比较不好意思是吧？是的，我都不敢。我说这段戏不要这么排吧。啊，方大说干嘛？坐，真坐，坐下来。哦，对对对，他还抱着徐表情。还有一位青年演员朱阳啊，朱阳平时演的是老旦，对不对？对，这次挑战的是小皮匠。我是在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方团长无意间跟我提起来，他说：“哎，有个滑稽戏啊，你演个小皮匠，可是苏北人。”我说啊。我说老师，我能不能讲诸暨话呀？我说，因为我是诸暨人嘛，这样讲起来可能会更自然一点。然后老师说，可能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些人，就是人群，可能就是这个小皮匠诸暨人，就诸暨话的话，就是可能不是很合适。所以还是他说，哎，就这些台词你就学一下苏北话吧。我说，哎呦，实在太难了。当时那个在对台词的一些就是摄像老师，他们说，哎呦，小姑娘，但是也没搞面孔都红了一个。说到这儿，大家更是怎么样？吊足了胃口了，是吧？特别希望看到3位演员挑战的这个72家访客当中的本雅兹。对自己有没有信心？3位表个态。有，我们的挑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也请3位马上到后台去做准备。同时有请我们的师傅姚明德导演走上观察席，掌声护送一下。哎，后台准备。来，加油加油加油！3位，加油加油！完妆的，只是现在服装造型很牛。剃剃头发呢？这个警察不讲道理，眼睛把我的皮头还抢去了，强盗、流氓、不是人！我呀个呸！哎呦，少年呀也喜夸的。不好意思哦，金医生。哎呦，小皮匠啊，啥个事体啦？有个警察不讲道理，眼睛把我的皮头还抢走了。也没我不理吃鸡斗的耳光，打我！哦呦，发汗的，有那么汗的许得过闹了。少年，中国人话，做啥事情？我是医生看慢病的。医生，看什么毛病？那我看脉有内科、外科，还有外科，还有妇科，侪看的。搿两日老酒吃了太多了，牙齿有眼痛。来，等我看牙齿啦。先生，牙齿我不会看的呀。侬刚刚我辣盖讲外科、内科还有妇产科，搿种啥会回去了呢？哎呦，先生，我是讲内牙的牙，不是牙齿的牙。搿侬勿骗？我不会看的，不好意思啊。肯定勿骗？肯定不看开。侬今年几岁啊？我今年正还48岁。48岁？对的。今好，去装订。先生，吹得起早天哦！我是高度近视呀，2000度的嘞。高度近视？对的，你看呀。该家头里黑眼。哎呦！来，去！警察先生，黑眼到军队里去找天哟。黑眼就是盲人，到军队里向好得人过去挨骂，这叫盲人挨骂。哎呦，我是不会的呀，不会的先生，不会的。不会？对的。好。咁么我跟侬讲哦，装订嘛，我不求到嘞。还给装订费嘛，我也飞起嘞。哦。搿侬等我看牙齿啦，牙齿钞票我也不拨侬嘞。咁么阿拉两个人哦，拍皮
哎呦，看起来还是一看哇！哎，看我子，看我子啦，看我子。那嘴巴张张开。啊！哎呦，啥个味道嘞！哦呦呦，先生，那个种袄子来得来一天四高的，搿一头糊涂啥弄弄你？哎呦，那个种袄子呢，100特里呀，8条。哎，对个，8条就8条。哎呦，先生啊，唔不钱子咩，哪把袄子呢？等着哦。你出来。小皮匠，把你的妻子家吧哦。主任，把伢子，我这是把钉子的。小气呢，用完了还不弄。小皮匠，把我这个哈钉子钉牢。稍微有个老师傅了，等我钉个哈子，钉了介小钉子，没钉牢了，然后等我用大眼钉子钉了老一眼，哦，大眼呀，哎，把钱，我呆子头，我要钞票嘞，皮厚，这样子呢？这够皮厚，我两眼不敢讲。是你，收心，做啥哇？你这个小皮匠，你吓死他我，你我踹死他你，我要打死他你把我吓死的要命你这个小皮匠，就，那几只来了，好，把我子。哦哟，这家头一把蓝狐狸，先生，那么我讲了怕哦。哎，好。嘿，那么先生，你嘴巴张头哦。哎，好。嘿。哎呦，看不见个那边呢，先生你张头啊！哎呦，先生呀，西瓜的。是绿毛啊喏，搿地方是脑手啊，搿地方只有俺老婆好受哎。哎呦，先生啊，搿只骨头真害怕。搿只骨头真好。哎，真好。真好骗我子。对个。哦，葛么来呢？哎呦！哦哟，手地方淋了一个假头胡子啦！哎，不好意思我跟侬讲啊，今么侬等我子好好叫白，要是没白好的闲话啊，我是绝对。要打屁股啊，晓得吧？晓得个，我帮他把哦。哎呦，那个，哎呦，那个，哎呦。医生，给我子拔落来了吧？医生，拔下来再。哦，绷住头。哎呦，哎，侬拔阿里只我子啊？我拔个上头只。哎呀，金万贵啦！给我是下头一只，侬等我旁头一只拔出来，这啥弄啦？哦哟，万贵嘞！哦哟，先生，哟，先生，早体啊！先生，早体啊！哦哟，痛死了啦！痛死了啦！先生，啥个事体啊？哎呦！哦哟，小皮匠，闹得我里下弄馊东西啦！钉子，李春谷。哦哟，两寸骨要戳死他个哟！侬搿是那个钉皮啊，搿是侬是那个钉棺材啦！等我重新拔高，哎呦，重新钉了。我倒霉，我倒霉，金医生，侬等我重新拔高。嗨，今朝王师傅炒牛蒡子，我帮他拔
哼，爸子，爸，现在小皮匠，过来帮忙啊！那我只我要小皮匠。哎，爸，不，来。真的是4个字啊，大饱眼福。我说这个戏啊，在越剧舞台上看不到，滑稽舞台上也看不到，只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是独家呀，是不是？师傅领进门看得到。对，在这儿呢，我们要先听听姚导的点评。他们这个团队最值得你们点赞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对艺术的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你看他画成这个样子了，他还在这样了，是不是啊？对，他还在戏里。还有就是他们对艺术一种一往情深、刻意求功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我们大家应该给他点赞，好吧？哎，太棒了啊！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师傅领进门呢，还有一个罪。大众观察团的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因为本场挑战的非同寻常，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数呢，大众观察员从30位扩大到了50位，现场一共有50位，那么80%的话，也就是说40位以上的大众观察员点赞，我们的挑战就成功了，有没有信心？有。好，现在我们就全场安静，进入倒计时5秒，请大家点赞。5、4、3、2、1。好，来统计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统计已经出来了。好，点赞的一共有48位观众点赞。为期白金不输，当大家分也。其实奖励已经不重要了，今天我们的收获才最重要，是不是？今天通过这期挑战呢，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么一支有团队精神、有凝聚力、充满活力的上海越剧院一团。再次感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挑战。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每周6晚7点钟准时收看我们戏剧大舞台之师傅领进门，我们不见不散。再见。